过来看高雄的寿山动物园哦，彰武园区的工作人员骑车乌多摆的尻川厝啊，无卡无好，高山仔就来找食食。动物园是呼吁民众尽量都唔通互高山仔看到食食，嘛唔通甲高山仔起冲突。机车意思浮现起来，台湾高山仔伫机车底务箱内底一直烧。16下晡，高雄寿山动物园一台巡逻车，因为工作人员无将椅子收好，互高山仔并起来找物件食。同仁他刚好就在旁边工作，他可能就是把行李箱就随手盖上，那可能他没有做好这个确实去看看是不是行李箱有确实关妥这个动作，那刚一转身就看到猕猴正在翻找他的行李箱。园方趁机会翕影片做机会教育，也毋过看到高山仔带狗仔囝出来找物件食，也互人关注高山仔是毋是因为食物无够，抢食的状况才会变严重。也毋过专家表示，主因也是长期接触人类。叶子啊、昆虫啊，其实都是猴子他们会吃的东西。那再来就是呢，像车厢的问题，其实他们因为长期跟人类相处，那有时候有些车厢没有锁好，他就会发现说，里面有一些食物可以吃，所以他们就会去翻找。园方也有专家提醒，高山仔因为长期接触人类，养成机会主义习惯，民众食物若无收好，或者是椅子无锁好，都会互高山仔有机会。定定来寿山爬山的民众也有防教的方式，会当看到民众找来几支粗的手机放伫咧车顶。大便啊，会咬破这个坐垫啊，放着有障碍，它就比较不会上来。有弹性，它会怕放个陷阱，它就会不敢上去，不然它就会把它坐垫把它打起来。有人认为，这部分民众持教的行为，互高山仔养成向人顶找食食的习惯，应该加强宣导。园方也提醒，拄到高山仔并地啊，或者是抢物件食，莫正面冲突，避免受伤，或者是贵重的物件，互摕去深山内底，更较恶找。公司新闻综合报道。